呢度唔係俄羅斯，呢度係，呢度唔係韓國，呢度係，안녕하세요,연길.呢度都唔係日本溫泉區，其實呢度係，睇緊片嘅你哋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啊，多謝晒。上集講到，去長白山途中，經過一個服務站，之後嚟到美人松公園。園內擁有全球罕見嘅美人松，或者叫長白松。呢度啲樹閒閒地都有200-300年樹齡，有啲樹仲掛有許願松果添。跟住嚟到雲頂市集，雲頂市集分開南北兩個街區，中間隔咗一條馬路。聽講呢度晏晝冇乜人，但當夜幕低垂，攤位嘅燈光亮起，遊人會越嚟越多。入咗一間便利店，我係咪去咗韓國啊？有韓國薯片、韓式餐具，仲有韓國自助煮麵機同埋唔同牌子嘅韓國泡麵。攤位都係一啲手作工藝品同埋東北地道小食。唔單止咁，呢度仲有攤位遊戲添。呢度有幾受歡迎，連《西遊記》嘅4師徒都嚟湊熱鬧。喺度行咗大約1個鐘，又到晚飯時間。今餐食片皮鴨，仲有蝦，啲蝦殼已經剝咗一半。雞蛋炒野菌，好似大眼雞嘅魚。蒸水蛋，時蔬東坡肉，荷蘭豆炒臘肉，椒絲炒豬肉，鍋包肉，賣相好靚嘅片皮鴨，炸鴨架。今日行程停不了，食完飯再去恩都里。恩都里係藏語，神明居住嘅意思。佢都係位於長白山嘅二道白河鎮。呢度融合夜經濟，係當地旅遊嘅熱門新地標。啱啱遇着剛剛，喺火廣場有個表演。表演都係一啲類似祭祀嘅舞蹈，加上表演後嘅巡遊，都幾有特色。最後仲可以同表演者合照。喺度留咗約1個鐘，就返酒店休息。連續2晚入住長白山希爾頓日林溫泉酒店。公公婆婆造型嘅送餐機械人有幾盞鬼。房間有1塊大鏡，1個洗手盆同坐廁。
淋浴間非常寬敞，茶水間、大電視同埋茶幾，兩張大床，希望今晚瞓個好覺，聽朝上天池。呢度連電視字幕都有韓文。酒店仲有24小時健身房俾失眠嘅人活動。食完早餐就參觀下酒店周圍環境。呢度係荒山野嶺，周圍除咗大自然就乜都冇。你哋聽下，係咪好似去咗日本啊？一大朝早，收到個不幸嘅消息，因天氣關係，上天池嘅車輛全天停運。原來山下係陽光普照，山上可以係狂風暴雨。原來睇到天池嘅機率係少過一半。原來個天都唔鍾意我，上天池先嚟落雨。原本上天池嘅小型車都喺度排坐，等運到。雖然去唔到睇天池，但係行程仍然要繼續。長白山景區嘅面積好大，分東南西北嘅景區。東景區喺北韓，想去都冇得去。其餘嘅景區就喺中國。我哋去嘅係北景區，去唔到天池，仲可以去睇長白瀑布、綠淵潭、小天池等等嘅景點。經過賣溫泉雞蛋嘅地方，食咗一隻都幾好食，不過比較黐殼。用53度嘅溫泉水嚟洗手係咩感覺？一個字，熱。聚龍溫泉分佈咗幾十個高熱火山自日全眼，面積約1000平方米，水溫最高可達攝氏83度。泉水含有硫、鈣、鎂等礦物質。大家睇下畫面嘅中間，真係好似喺度煲緊水㗎。煙霧彌漫，不過一啲硫磺味都冇。呢度嘅分流做得非常好，一邊上，一邊落。雖然睇唔到天池，但係都可以睇下佢流落嚟嘅水。行咗大約30分鐘，就嚟到長白瀑布。長白瀑布嘅高低落差大約68米。喺夏天嘅時候，水量特別豐富，望落去都特別澎湃，係欣賞瀑布嘅最佳季節。午餐都係園區裏面食。之前導遊已經同我哋講，園區裏面嘅膳食都係麻麻地。正所謂冇期望就冇失望。呢餐麻麻地嘅一餐其實都還可以。見佢10個餸再加一碟水餃，有菜有肉又有魚，而且每碟都夠晒份量，一定唔會唔夠食。食飽就去隔離嘅綠淵潭遊覽。綠淵潭因為佢嘅湖水極為碧綠，而四周又俾岳華林圍繞而著名嘅景點，享有東北小九寨嘅美譽。呢度有3個觀景台，咁就可以從唔同角度去欣賞綠淵潭同埋瀑布。跟住搭車嚟到小天池。小天池位於海拔約1780公尺。
隱身喺幽靜嘅岳華林之中。池水波平如鏡，因只有入水口而冇出水口，所以唔會乾涸。因為去唔到天池，所以提早返酒店休息。溫泉酒店嘅活動，除咗浸溫泉，就係浸溫泉。我已經浸到巢晒皮，所以出去睇下有乜嘢玩。哈哈，俾我見到你。見到有一班人喺度玩緊水，我就二話不說，走去酒店前台問過究竟。原來酒店住客可以免費參加酒店舉辦嘅索溪活動，但係唔包括團體客。團體客如果想參加，就要俾200蚊人仔。乜嘢叫做索溪？佢係一種由溪流下游向上游逆流而上嘅一個活動。參加者會着住防水褲同防水鞋，由教練帶領下開始旅程。冇玩到索溪，行咗附近嘅步道。條步道由木板鋪成，沿途都係高大嘅樹木，感覺就好似走入一個原始森林裏面。原來條步道係連接住2間酒店，其中一間叫七七太空艙溫泉酒店。間酒店嘅外形靚就幾靚啦，但係張床係對正條大路，搞到冇晒私隱。另外一間叫觀樂民族酒店，佢係一間好傳統韓式建築嘅酒店。呢間房住10個8個人應該都冇問題。晚餐係返酒店食咗咁多餐東北菜嘅圍餐，來來去去都係菇菌炒肉、五花腩、灼菜、豆腐，又或者係蒸魚、菜包肉同埋雞。呢一鍋叫殺豬菜，佢係將豬肉、豬雜同酸菜一齊烹煮嘅傳統農家菜。喺長白山嘅第3日上晝基本上冇行程，因為原本今朝會去嘅雲頂市集，同埋恩都里都係第1日傍晚時分去咗啦。咁就浸多一次溫泉，再同酒店嘅兔仔講拜拜，就離開長白山。喺搭動車返哈爾濱之前，食多一餐韓燒先。不過呢餐韓燒嘅質素就認真麻麻。呢碟似唔似合成肉啊？最好食居然喺呢碟肉上面嘅洋葱。有豬嚟。啲團友都係食咗2-3嚿肉之後就冇再食啦。呢個餐廳外面嘅千秋好似幾好玩喎。成個晏晝大部分時間都喺車上度過，返到哈爾濱都差唔多係晚飯時間。正所謂寶物沉歸底，呢一餐無論係食肆嘅環境，同埋食物嘅質素都係咁多餐以來最好嘅。8日嘅行程眨下眼就過，聽日就會搭早機返香港。總結成個行程，喺酒店方面真係冇得輸，尤其係喺哈爾濱住嗰3晚，間酒店外形又靚，又近中央大街。食嗰方面，除咗第2餐韓燒係水準之下，其餘膳食都好有特色，同埋都好好味。景點嗰方面，最大嘅遺憾就係冇得去天池。老土啲講句，就係有藉口下次再嚟過。
行程都就嚟完結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會。